跟家庭啊，是一个非常非常破碎的家庭。可是，我觉得我最大最好的运气是我很爱唱歌，然后我有被生出一个很奇怪的声音，然后我认识了很重要的几个很关键的人，这样。一个是 Landy， 也就是我们音乐圈很重要的一个前辈。然后他说，有一次我被滚石唱，那时候我还是小姐的时候，滚石唱片公司，我还是很瘦的时候，滚石唱片公司反正就是安排我跟这个重要的人有一个会议，然后他明示了我要做一件事情是努力的写歌。把原住民族的处境用你的歌表达出来。那时候我24岁，我那么美丽，我那么想要当大明星的时候，跟我讲这个话。可是很奇妙的是，我听进去了。可是我在滚石的2个合约，就是3年、6年的合约里面，我并没有顺利的出唱片，因为我声音太奇怪了，就是主流的制作人不知道怎么处理。有能力处理的又都太忙，这样，然后后来我就没有顺利的发片，可是我就认真的面对我的生活，面对我最真实的感受，也就写了一些歌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写歌是一种无法，就是我不写我会死掉这样的一种，就是我写歌是我继续生存下去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的来源。我可以把我自己讲出来，让我有继续生存下去的能力。那也因为写歌的这个不停的反复，一个可能也早上觉得这样很好，晚上觉得这样是屁，然后这样一直自己跟自己的对话里面。发现，即便是再怎么破碎的家庭长大的人，如果有一个合适的过程，还是有机会可以变成幸福美满的人生。我讲的是真的哦，我不是为了鼓励你们、糊弄你们乱讲的，这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，活生生。而且我觉得，生命是美好的。特别是当你发现你是一个可以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的时候，而且我发现我在感觉我的生命的时候，我常常觉得真的怎么那么好啊？真的啊，像我们现在住在都兰，哇，风吹过来怎么那么好啊？去游泳哇，常常觉得太多可以赞叹的，所以。不管你们现在觉得你们生命的状态怎么样反正加油，真的，希望有一天你们也有机会，可能你们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齁，我自以为自己这个感觉是很爽，搞不好你们都有了，就觉得生命多么的美好，对不对齁？我是因为我很爱唱歌，所以这样。那边的年轻人现在其实很苦闷，因为念书都念很久。你们有吗？有没有念书念好久哦？加油哦！赶快脱离学校哦！好，接下来我要请拿普跟我一起唱歌了。